时代的变化的，这个消耗方面呢，其实来讲都一个星球，所以都能预露出来，是都呢就是一个实际的变，就是讲咱无法度思考的这个过程啊，这个我感觉。人星球，你在心里头，嘛是在咱家己嘛就是用心啊细心，你听到的这个，你这三个非常广泛嘛，哦，非常广泛，是咱看得到的，大家都会讲，就是咧三年做作业中，来咱这三年做是无去管，如果咱去管呢，三条做。这三条罪，咱就一定不干。咱就感觉讲，随着传统，随着咱的电视台啊，一代一代变化，咱讲你不干，咱干做。是我一早做囡仔还袂学是咧做囡仔时咱草地里那种练台呀、洗卡，还是迄个鱼啊、鱼，咱拢去学着。甚至可咧鸟仔嘛会去甲拍死。我想讲，咱较早时间毋敢若想，咱早爱恐怖个，较残忍。伊来迄个照片哦，啊怎伊啊，人伊个证明一个水鸟，咱看到伊迄个厝边，咱借伊个意思啊，拍。啊，其实咱个心是要拍死，咱个心是话要去个拍完就想把你个咱去个来起，因为咱毋知讲咱拍迄个啊，丢目子啊，丢脚啊，丢身啊，咱个讲哇，现在回心来讲，回想起来，你当时你要童年之时，啊，回心来。来讲来讲，哇，真无味个，无味个，毋知影讲这个，反正这个将来安尼哦，安尼上海迄个罪，无你想以为讲阮这讲，今仔是等的话，哦，咱讲咱人，今仔讲迄个春巧就是，我这人切，咱要甲拍，我相信咱对方会来找咱，你理论，啊，你着找咱讲，你迄款年龄啊，要甲拍。这个啊，这个啊，所以讲，你这个设计的这个措施吼，咱非常的不注意这个。啊，就呢，咱要讲歹听个，咱这个有人会讲，啊你虽然讲学校参考呢，在所需，你咧开车，开车你到死，路上的一寡，你也无过的，哦，这是咩啊？一点的。哪边问题？感觉，伊是因为即个路开的当中呢，咱开车甲无意的当中，咱讲这个作业真还可以哦，用我们的功德去回报他。哦，我们不是有意，而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所犯下的无心的过失。所以呢，那讲到这，其实我们你从来咱个知识，规天的形式，你讲我去票，你票袂了，咱咧是讲为讲，咱到底咱善良、善心、善念，咱到什么意见，当然明白。所以咱有看到，咱这方面就是咧讲嚟讲，咱这方面讲。酒肉长穿肠过，我在心中走。这个这个等于假情假意假把，你来讲这个，啊，伊就做咩？咱个个问题，咱这个，你有安尼来讲，叫我吃，叫我来，怪有人一出来咧，咱个个起来讲，叫我吃，叫我来。咱是世间人会看到讲，伊咧吃，无咧看讲，人伊有咧得行，啊，咱动物，迄动物的灵性，会使讲，或者咱强这个，咱是讲这个性理性质哦，为咱去强调伊是做会，啊，可是咱呢，像咱讲的，咱啊得行，咱啊得行，敢有迄个其他人吃哦，只是咱大家差不多，哦，按照你这个产业管理来讲，但是。管理经济长期
上好呢，会当做善事，甲即个尊重生命，即个观念愈渐愈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。即个新的观念，即个概念，即个道呢，若要讲嘛，即个道吼。